好多人裝智能窗簾，第一步就係錯嘅，唔係錯選電機，係唔記得量呢個位啊！師傅裝好，先發覺紗窗開唔到，返工重新拆都冇辦法。裝之前量錯就注定係咁。裝智能窗簾電機，第一件事唔係諗電機裝喺邊度，係諗你嘅窗紗點樣開。窗紗往內開，實頂住嘅電機。解決方法只有兩個，第一個換上下開嘅窗紗，第二個要預留10cm 嘅深度。嗱，我每次上門咧都會做同一個動作，攞尺量3個數，窗寬、窗框頂到天花嘅淨高，窗簾盒有冇預留？呢3個數係裝修水電階段就要同我哋確認好。到咗師傅上門裝嘅時候，呢啲嘢已經係改唔到噶啦。好多人話智能窗簾冇意思，但用過之後啊，你先知道早晨唔係俾鬧鐘嘈醒，係光線慢慢滲入嚟，自然醒。返到屋企門一開，窗簾自動開，唔係雙知啊，係每日俾自己一個交代。我係認真生活嘅人。如果你而家喺規劃階段，評論區留言窗簾，我會話你知屋企適合裝邊款。